大家好啊，今日就嚟到6月23號，就係星期一嚟嘅。就今日恒生指數咧就係升嘅，就係低開23,335點，截至3點39分，恒生指數就係報23,653點嘅，升122點，總成交就係報1795億嘅。就見到今日恒生指數咧就係低開高走嘅，就見到低開高走原因咧就係咧市場就比較樂觀啦。而其實咧我個人就整體就覺得我亦都係同市場一樣啊。其實咧我係睇得比較樂觀嘅，就係因為咧就其實咧之前嘅市場就比較驚啦，就係有冇機會咧海峽方面嘅話咧係俾伊朗係封咗嘅。不過咧我覺得其實過咗星期六嗰個飛彈之後咧，其實咧我個人就覺得即係其實呢個仗咧係已經係初步係打完嘅。而我個人就覺得其實美國政府咧已經係做咗佢想做嗰樣嘢啦。而其實佢之前講嗰啲核武嗰啲問題咧，其實已經係解決咗㗎啦。所以咧，我個人就覺得其實整體咧，其實打完呢啲火箭之後咧，其實咧呢個問題咧係解決咗嘅。而我整體咧對後市咧係反而係睇得比較樂觀嘅。所以今朝早啦，我就喺 Patreon 就講咗啦。今朝早咧，今朝早啦，我就係講咗，如果大家夠膽嘅話咧，係可以沽一沽油嘅。就大家如果有跟我嘅話咧，其實應該都賺咗幾唔錯啦。始終咧，其實我個人覺得市場應該都係同我一致啦。而我個人覺得嚟緊咧，其實咧係應該打完仗機會咧都係比較大嘅。而嚟緊油價咧係有機會咧係會穿70蚊嗰個低位嘅。加上咧，你個今朝早咧，其實金價咧亦都係比較弱嘅。而你好咧，其實咧係你見到初步咧，其實黑期方面嘅話咧係都係去到3500嗰個水平位嘅。不過你嗰後市方面，你嗰真正真正紐約開市嗰部分咧，其實咧係回翻晒落嚟啦。所以咧，我個人就覺得整體方面嘅話咧，市場咧而家咧都係 risk on 緊嘅。而我短期方面嘅話咧，係對港股咧同埋美股咧係睇得比較樂觀嘅。所以如果大家係想做下好倉嘅話咧，就可以繼續留意住美股啦。或者如果大家係唔中意做美股嘅話咧，就可以繼續留意住就係港股市場嘅。而港股市場方面嘅話咧，我都係繼續留意住就係388啦。其實咧388我之前都講過咧，呢排成交咧都係 keep 得住啦。所以短期方面嘅話咧，388咧應該都會跑贏嘅大市嘅。或者咧，如果大家唔中意388嘅話咧，就可以繼續留意住咧就係小米啦。小米咧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咧，呢隻咧係咁多隻科技股之中咧係最強勢嗰隻嘅。你好今日就創咗5日嘅新高啦，所以就喺度如果大家搏反彈嘅話咧，就可以繼續留意住呢兩隻嘅。不過如果大家係想做下少少對沖嘅，而驚後即係驚嚟緊咧係伊朗有機會係會打翻美國嘅話咧，都係咁講啦，就可以即係調整自己嘅倉位嘅。而其實我哋作為投資者咧，我哋好難咧係 predict 到未來咧，而其實大家咧亦都要準備定嘅。所以大家係倉位方面係比較重科技股，即係比較重啲高風險嘅股份嘅話咧，就可以攞嗰啲油股嚟做對沖嘅。我個人倉位方面嘅話咧，我之前都講過啦，其實咧我大約係5%嘅倉位配置咧係買咗一隻 OXY 嘅。就始終咧，其實點解我買隻 OXY 而唔買其他油股咧？就啱咧，就巴菲特就買呢隻油股啦，所以就我自己咧就跟巴菲特買嗰隻 OXY 嘅。加上咧我就因為想即係當買嘅保險啦，所以就係咯，我就將5%倉位咧係配置咗喺隻 OXY 嘅。大家就係咯，就可以攞呢個嚟做參考嘅。不過咧就如果大家係短期方面嘅話咧，反而咧我係睇淡油價嘅，所以就係咯，去到現價呢個位置嘅話咧，就唔太建議高追隻 OXY 嘅。不過咧就係咯，如果大家之前係儲定貨嘅話咧，就同我一樣係之前係儲定貨嘅話咧，而係預咗中長線嘅投資嘅話咧，就其實現價咧，我覺得係可以繼續 keep 住嘅。係咯，暫時咧就短期方面嘅話咧，我對港股咧同美股係睇得比較樂觀啦。始終咧，我覺得整體方面嘅話咧，其實初步咧係打完仗嘅。而我個人覺得咧，其實佢封海峽機會咧，其實係好低，非常之低嘅。而我個人就咧整體方面嘅話咧，嚟緊咧港股美股咧應該都會比較氣氛方面嘅話咧，應該都會比較強嘅。而係咯，就短期方面嘅話咧，港股就可以繼續留意住388啦。美股之前我都講過啦，其實短期方面嘅話咧，就可以繼續留意住就係 Meta 方面嘅話咧，短期咧你覺得咧係我覺得係呢隻股份咧係咁多隻科技股之中咧，基本面同技術面方面嘅話咧係最靚嘅。而我個人覺得 Meta 方面嘅話咧，短期咧其實佢有機會嚟緊呢幾個星期咧係突破咧歷史新高嘅。係咯，就短期方面嘅話咧，我都係繼續睇好 Meta 啦。或者咧，如果大家係想做一啲中長線嘅部署嘅話咧，
其實我呢排咧都係繼續講隻麥當勞啊，始終咧其實麥當勞方面嘅話咧，如果你睇翻嘅話咧，其實呢12年啊，佢只有係一年咧係跌落嚟嘅，而其實如果你話今年咧係開始跌翻落嚟咧，跌咗1%啊，所以就我個人覺得現價方面嘅話咧，就麥當勞咧真係抵搏嘅，而我個人覺得咧，其實只要你係中長線肯坐啊，即係你麥當勞你肯坐嘅話咧，其實呢隻嘢咧真係慢慢咁升上去嘅，所以就係咯，去到現價呢水平位嘅話咧，係去到一啲比較平嘅位置啊。而我個人覺得就美股方面嘅話咧，如果你肯坐啊，即係咧你肯 keep 3至5年或者甚至10年嘅話咧，其實麥當勞方面嘅話咧，其實我覺得真係好簡單業務。而我個人覺得其實你買呢隻咧，等於買即係全世界嘅房地產基金啊。而其實呢隻咧基本上係超級穩定啊。所以就係咯，麥當勞方面嘅話咧，我中長線咧係睇得比較樂觀嘅。而我個人覺得去到呢啲位置，如果大家係完全未有貨嘅話咧，其實咧係可以去到呢啲位置咧係落第一注嘅。而我個人覺得其實呢啲位置真係好平啊！好啦，就講翻港股方面嘅話咧，港股咧就短期方面嘅話咧，我係睇得比較樂觀嘅。始終咧就我之前都講過咧，其實港股方面嘅話咧，應該都係行緊 range，而短期方面嘅話咧，就去到呢啲支持位置啦。所以短期咧有機會咧係會反彈翻去24,000點呢個高位嘅。不過咧就係咯，大家如果係做港股方面嘅話咧，反而我個人覺得係做翻一啲 market neutral 嘅部署係好好多嘅。而如果大家係持有住小米嘅話咧，係同隻388嘅話咧，就可以攞隻981嚟做對沖啦。你好，今日咧隻981方面嘅話咧，就反彈翻上嚟啦，所以就大家就可以趁佢今日反彈上嚟咧，就做一做淡倉嘅。係咯，就981方面嘅話咧，我之前都講過咧，其實你逢佢彈嗰陣時一沽一沽嘅話咧，其實基本上你賺咧九成機會咧都係賺錢嘅，所以就係咯，就隻981咧，我都係睇得比較淡咧。而短期方面嘅話咧，981咧，我覺得佢穿40蚊機會咧都係比較大嘅。好啦，就港股方面嘅話咧，就下一隻就可以睇住咧，就係隻阿里嘅。阿里方面嘅話咧，就今日咧就同個大市係同步啊。今日咧就係跌翻落嚟啦，就係低開高走嘅。就見到咧，就我之前都講過咧，其實阿里方面嘅話咧，係咁多隻科技股之中咧係最弱嗰隻嘅。而我個人就覺得嚟緊中線啊，佢應該都係會陰下跌落嚟啦。係咯，就短期方面嘅話咧，啲資金咧，你見到咧都係慢慢走緊貨嘅。而短期咧，我覺得其實佢穿落去100蚊機會咧都係比較大嘅。所以就係咯，我短期方面嘅話咧，整體啊，我對阿里咧係睇得偏淡嘅。反而咧，我之前就講嘅嗰隻3690係可以做淡倉啦。去到呢啲位置嘅話咧，其實咧我係開始係睇得比較樂觀啊。而大家如果係肯坐嘅話咧，其實你話120蚊啊、130蚊呢啲位置嘅話咧，其實咧我覺得係幾唔錯嘅。不過咧，我自己部署咧就講一講自己部署咧。我之前就儲落貨啦，所以就如果你話要我加多注嘅話咧，我一定咧要等佢跌落去120蚊啊，我先會再加多注嘅。而我之前都講過咧，其實如果你120蚊真係買到貨嘅話咧，其實你中長線肯坐落去嘅話咧，其實賺嘅機會咧真係好大嘅。始終咧，其實如果你話7500億市值嘅話咧，你基本上你計 discount cash flow 嘅話咧，其實你安全邊際咧真係好大嘅。而如果你計翻佢 price to sales 即係歷史咧拉長5年嘅話咧，其實咧呢個係標準差2點以外嘅。而我個人覺得咧，其實現價呢啲水平位嘅話咧，真係好平嘅。所以就係咯，就3690方面嘅話咧，如果真係有機會回翻落去7500億，即係120蚊嗰啲低位嘅話咧，其實咧我覺得係幾唔錯嘅。好啦，就最後就可以睇下就700啦，700方面嘅話咧，亦都係冇乜特別啦，都係呢啲區間位上落嘅。而短期咧就同個大市係同步啦。就我之前都講過咧，其實呢隻咧真係你買呢隻咧，等於咧係買指數 ETF 嘅。而其實呢隻咧係只係適合中長線嘅啫。而我自己咧就好少短炒就700嘅。就係咯，就冇乜特別啦。就下邊就可以睇住就係494蚊啦。你好咧，今日就去到支持位置啊。所以就啱啱就講咗咧，就啱啱就指數亦都係去到支持位置啦。所以短期咧有機會係會彈一彈嘅。不過我自己咧就其實我比較少咧係玩呢啲幾百點波幅嘅啫。所以就係咯，短期方面嘅話咧，我係就唔會留意指數噶啦。而我反而咧就係玩翻佢個股係好好多嘅。好啦，就講3日幾多，我以上我都唔係投資建議啊，就意見只供參考。記得大家睇完消化好先去做任何嘅部署。好啦，就講3日，拜拜。